好，我是志工，请问有乜嘅做得同天书嘅么？我想借一本书，换到公主也会打屁卵。请问唔能有一本书么？我哋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嘅。因為學校推薦大家讀一本書，鼓勵人人唔好本傳統嘅刻板印象限制，無論乜嘅年齡層嘅讀者都該適合。故所因內嘅都借唔到。做得到我哋嘅網站，也係下載 App， 用官場字眼查看啊，還有那個分館做得借到一本書。下後做得提線上申請同一服務，同其他分館嘅書調到嚟盧卡各群嘅分館，按你借書就會個方便。係哦，很方便啊，我哋試看啊。感謝。看了情景劇，一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聽音樂。請問，請問，本人借走，被借走，讀，閱讀，官場字眼，官場資源，查看，統一服務，通閱服務，各群比較近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嘅接常用到嘅句型。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，我想借一本書，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。我哋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了。我哋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了。我們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借走了。我們圖書館有一本書，這本書不過但是本人被借走了，借走了。我哋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了。我哋圖書館有一本書，不過本人借走了。我們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借走了。推薦大家讀一本書，推薦大家閱讀這本書。推薦大家讀閱讀一本書，這本書。推薦大家讀一本書，推薦大家閱讀這本書。